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25到37节。和合本圣经在98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，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，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，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，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，交给店主，说：“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，我回来必还你。”你想，这3个人哪一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：“是怜悯他的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照样行吧。”请本堂郑牧师讲道，题目是“纯全的爱心”第4讲，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在主日的清早就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，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。在5月份的时候，我们有灵命操练，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位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。我们从3年前就开始来操练这个功课。我们祈求主你帮助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我们需要主你加添我们力量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持守在你的教导中间，就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主你的爱在我们中间。今天我们已经进展到要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呈现有爱在呢？乃是要爱人如己。求主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也赏赐我们有谦卑的心来领受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5月份的灵命操练，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堂，也就是我们盼望在今天讲完的时候，对好几年来，从2011年开始，我们的学习就能够至少有一个成果出来。我们还是一样，再从头再稍微复习一下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去爱神爱人，因为有人问他10诫里面最重要哪一个，他就说只是一个爱而已。你要爱神爱人，你爱神你就会守前面的4诫，你爱人的话你就会守后面的6诫。而爱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总纲，但是我们这个爱要如何能够活出来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爱这是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，但是要怎样去活出来呢？在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5节，保罗所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秘诀乃是说，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，也就是不是简单讲一个爱我们就能够爱出来，原来必须有一个操练，从最根本的开始，你必须要去处理你的清洁的心，然后有清洁的心，有无愧的良心，然后再有无畏的信心，你才能够有活出那个纯全的爱出来。所以我们就我们盼望从2011年就开始写的2011年写清洁的心思，2012年写无愧的良心，然后无畏的信心。今年我们就在纯全的爱心，盼望透过1年有1个月的心思重建，让我们心灵健康，有纯洁的，成为一个有纯洁爱心的基督徒。2011年我们所对付的是不信、情义、修己跟论断，这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。用什么方法去对付它呢？原来你明白真理之后，而且你又常常会认罪悔改，你又能够用
饶恕的方式，有被接纳的方式，你就可以对付我们所讲的这几样东西。到2012年的时候，我们写无愧的良心里面，要知道神所起初创造我们的良心呢，乃是一个没有受到污染的。但是我们在这社会中受到很多的污染，我们对真理不够了解，我们就常常会有软弱的良心，不知道这样好吗？那样不好吗？或是我们对罪已经失去的敏锐了。然后我们可不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，他为了不让这社会里面的这些污染，所以他远离到旷野的地方去。等到他的呼召来的时候，他就起来讲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差不多整城的人都到约旦河来受他的洗。撒该他讹诈了别人，他遇见了耶稣，他就说：“我将我一半的财产拿出来分给人家。我讹诈了谁的话，我就赔他4倍。”用这样的方式，我们看到他以后所面对，他就是无愧的良心，他可以坦坦然的面对人，这是对无愧良心里面的学习。去年我们学习到无畏的信心里面，我们再次去思考这些信仰前辈里面，他们很多的这种神给他们的应许，他们都没有看到，但是他们到死的时候，仍然是信心充满的。原来信的源头、信的对象是在神，不是在我自己。靠我自己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会动摇。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爱我们的神，这个神是讲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是习在、今在、永在的。虽然在我的年岁里面我还看不见，但是神的应许必定要成就。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像芥菜种一样，也要活出来，就像长大以后一棵大树一样。训练我们无畏的信心，乃是要像芥菜种一样。所以今年我们已经学到，要看这2014年，就是今年我们已经进到第4讲了。我们从第1讲里面开始是讲到爱的根源，然后是明白爱的根源乃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他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有能力能够去相爱。既然能够去相爱，我可以选择要还是不要吗？一条新命令告诉我们，彼此相爱，它不是一个选项，它乃是一个命令，你一定要去遵守的。但是我们要爱到如何呢？原来相爱天国的准则告诉我们，你连仇敌都要爱他，咒诅你的，你也要善待他。今天我们进到爱人如己里面，就是我们纯洁的爱人的程度应该是如何？这刚才我们也稍微解释过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说，纯洁的爱心在你的生活上，它的呈现到底是什么？我相信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去学习。我们现在看耶稣，他在地面上在传扬福音3年半的中间，他到底碰到了怎样的问题？他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？首先，我们看耶稣，他面对了很多的试探。他不只是刚出来要传扬福音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被魔鬼这样试探的40天，在旷野里面不吃不喝，然后就用我们人的肉体的这种缺乏、会饿、会渴的问题来试探了耶稣。又因为我们的荣耀的问题，又试探了耶稣。我们就等于我们的身心灵一样，都受到魔鬼，耶稣的身心灵都受到魔鬼的试探。不只是这样，他开始通过这试探之后，开始出来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文士跟法利赛也多次的试探耶稣。圣经记载非常多次，我们这边只是提几个而已。比如说，他们要请耶稣能够显神迹，他们知道耶稣有这能力可以显神迹，但神迹也不是我们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耶稣非常知道他行神迹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，所以他没有应他们的要求这样去写。也问了有关休妻的问题，这是要拿摩西5经的规定来跟耶稣里面让看耶稣会不会回答这样的问题，会造成说是也不是，说不是也不是的这种问题。包括能不能要纳税给该撒，也是一样，说是也不行，说不是也不行。还有我们的耶稣，他非常有智慧去处理这些问题。还问到律法最大的是哪一条？要找一条，实践里面要找一条，怎么找？耶稣非常的有智慧，告诉他就是一个爱，这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。包括行淫的妇人，这根据摩西5经，在当场被抓到的人，他们可以用石头打死他，来问耶稣要不要打。要打的话，那就失去了爱。你不是要讲爱吗？
要讲赦免吗？但是不打的话呢，又跟摩西五经又违反了。我们看到这种种的这些，都是他们利用这种有点类似这种诡计的方式来试探的耶稣。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写出来，包括今天的这个经节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律法师，他要来试探耶稣。律法师显然是对律法非常清楚的，他圣经里面讲会要来试探他，所以显然他是非常的拥有很多的知识之后，来势汹汹的样子要来试探的耶稣。他问耶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他也来问耶稣说：“我该怎么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耶稣就问他说：“那你律法书上怎么记载呢？你的解释是什么呢？”他就引用了《申命记》第6章第5节，跟《利未记》19章第18节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，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这个经节呢，《利未记》申命记第4章第6章第4节到第9节，其实是所有的犹太人他都会背的经节。这个经节乃是告诉我们说，他这样讲：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神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。不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你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所以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经节，而且他们也实际上这么去做。你只要是到耶路撒冷那地方去的时候，只要是犹太人的门框上面，它一定有一个差不多这么大的一个盒子，塑胶盒子，那里面是可以摆经文的，他们就摆了这个经文。然后你要是到哭墙前面去看的话，他们在那边做祷告、做那敬拜的时候，他们都会手上会拿一条绳子出来，就开始缠到这个地方来。那上面有一个小盒子，上面也放了这个经文。不止这样，他们还拿另外一条绑得在头上，这边也是一个小盒子，里面也是经文摆在上面，就跟这个《申命记》第6章第4节到第9节告诉他们一样，他们就这样子的遵守，手上绑着一个盒子，上面摆着这个经文，额头上也是，他们的门框上也是，所以他每次经过他们的门，他们手一定去按着这个门，然后才走出去，进来也是一样。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的遵守这样子的做，就是那耶稣就告诉他：“那你也知道了啊，那你应该讲。”所以耶稣就跟他讲：“你回答的是这样行，就必得永生。”接下去其实律法师都有讲了一些问题，但是我这边要提出一个问题：原来我们在信仰上不是告诉我们，不是因为行为而得救吗？为何耶稣会在这边讲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？好像你照着这样做就 OK 了。信仰里面告诉我们，刚刚我们也看到2013年我们讲这个五页的信息里面讲，因信称义，人的得救是因为信而被称为义而得救的，并不是因为你行出这样的事情。那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冲突？其实耶稣非常知道他不可能去行出来的，所以要他去回答这样，你要这样行，你就可以得永生啊。然后接下去我们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行出来，所以耶稣到最后会回到一个问题，就是所以你必须要靠耶稣、靠神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行出来。所以其实是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。当你因为你信称义之后，你已经生命得到了改变了，所以你就可以行出在律法书手上所讲的，而由你行出来的这个表现出来，来证明你已经这个信是真正的信。其实这就是雅各书跟罗马书两个的差别。马丁路德接着说，雅各书根本不能摆在圣经里面，因为它是因行为称义。但是我们后来我们都非常清楚，一个是讲要信主前，你要得救之前，看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你是因信称义，因为你的信被称为义，所以你得救了。而雅各书是说，当你信了主之后，你要用行为来证实你是真正的相信，所以你因行为而得救，而称义。这是非常清楚在这里的看见。耶稣在这所讲的，并不是否认掉因信称义，
他知道他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，而且你要是真的信的话，你就会行出这样出来。律法师呢，他要显出自己有道理，他就说：那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其实这个地方还是要回到利未记第19章第18节。第19章第18节这样讲说：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你要是单单看这个经文的话，犹太人他很容易就接着说，爱人如己的这个人是本国的子民。19节就18章，利未记19章18节就是写得非常清楚，只是他没有讲出来，是不是只有我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才是我的邻舍呢？他想要用这个问题反而来反问耶稣，到底这个邻舍是谁呢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耶稣却说了好撒玛利亚的人的故事。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的熟，几乎都可以背出来，也可以去讲，把这个故事说给很多人来听。这个故事牧师也在这简略讲一下。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下到耶利哥去，圣经中间的上下跟我们的纬度没有关系，它乃是地势的高低。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很高的地方，所以他到哪边去都是下沙漠去，然后下耶路撒冷。你要到耶路撒冷去都是上耶路撒冷去。所以到了他碰到一个强盗，被他抢，被他打，甚至把他衣服扒光之后，把他丢在路旁，看起来似乎好像是快死掉，没有动静的样子。这时候有一个律师经过，但是有一个祭司经过，他就从旁边经过去了。他看了，但是从旁边经过。后来又有一个利未人也照样看见，也从旁边经过。这两个人在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祭司就像是现在的牧师一样，他是在祭坛上面替他所有的这些百姓们来献祭的，也就是他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中。在地面上的中保一样，或是在那边在仪式里面所需要的。而利未人呢，他乃是在服侍的人。所以以我们教会里面来看，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长老执事们，或是这些服侍的人员。要是在整个社会上来看的时候，祭司就像那个宗教家，而利未人呢，就像是一个社会服务人员。他是要关心这些人，这些人经过一个半死，看起来都没有办法再动的人，这些人他竟然从旁边经过去。那么他们所做的教义，他们自己的职位到底为何会这样子呢？这是一个很值得疑问的一个地方。当然，我们从旧约里面的规定可以看到，他们都是圣殿的侍奉而已。而圣殿的侍奉里面有一样呢，当你去摸到死尸之后，你就要7天的不洁净，不洁净你当然就没有办法服侍。所以不管他们是要从刚好是要去耶路撒冷，还是耶路撒冷要下来。他们要经过1个礼拜，一定会碰到他们的安息日，所以他们大概有非常强的理由可以告诉我们的服事非常的重要，所以我不能去帮助这个客人。其实这边就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思考，我们常常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服事而阻碍了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呢？当这个事情是只有你刚好这边你应该可以使上力，别人都不在旁边可以使上力的时候，你觉得哪一个重要呢？我们会不会常常用侍奉的理由来阻挡了其实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？我相信神也是希望我们能去帮助这个人，但是他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事情来阻挡这事情，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当他们没有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耶稣又继续讲了。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经过，哇，这撒玛利亚这个名字一出现的话，在犹太人里面就是非常奇特。因为当他们在主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精英都被带到巴比伦去了，包括这些当官的，包括那是有钱人，包括一些有学问的，这些人都被带，所以留在迦南地的地方，其实都是一些穷人、没有地位的那些弱势的人群。这些人留在那边也是没有办法生活，他只好跟那当地的人能够结合在一起。所以他们婚姻就相通了，他们生下来就是不是纯犹太人，这些人犹太人就称他们是撒玛利亚人，也是居住在那个地方的。所以讲撒玛利亚人就代表他们不是纯的犹太人，他们或者这样在信仰力来讲，信仰的立场来看的时候，他们是经不起考验的，因为
摩西五经告诉我们，不应该跟外邦人有这种婚姻在，所以他们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这撒玛利亚人经过看见，就动了慈心。圣经里面用了好几个动词在，看见动了慈心，上前去治疗他，包裹他，又带他到店里面去，然后又交代了店主能够照顾他。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相信他应该会思考到，他还有很多，他因为做了这个事情之后，他会让他有很多的事情一定会受到影响。第一个，他不知道他到底应该他要放下自己的工作，而且这个工作放下不晓得放多久都不知道，甚至还有很多的费用会产生。他应该负责到什么程度去？然后这个人是他不认识的人，我们把这个情境抓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来。当你碰到一个这种情形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等一下我们还有更深入的来讨论。在台北捷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是在当场的话，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回答，要让这个律法师去思考，谁是你的邻舍？邻舍不是住在你旁边那个人，原来邻舍是谁？所以耶稣就问他：那你觉得呢？谁是你的邻舍？三人中哪一个是这落难客里的邻舍呢？律法师他提出的问题说：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就反问他：谁是那个人的邻舍？或者说你是别人的邻舍吗？原来这两个问题是差别很大。一个人提出，律法师问说：谁是我的邻舍？他以自我为开始，甚至大概是一种比较是一种援助者。我到底哪一个人需要我去援助他呢？他用的方式也可能是一种在条规里面的诫命的规定。但是耶稣回答他是站在别人为中心的立场，哪一个人是需要者，哪一个是一个受害者？耶稣讲的邻舍是从一个怜悯跟爱的角色来去看这个事情。当耶稣问了这样的时候，他说，他甚至不愿意提撒玛利亚这个人。耶稣讲故事是讲撒玛利亚人，他说是怜悯他的人。耶稣就告诉他：你照样去行吧。律法师问了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我该做什么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回答他是说：谁是落难人的邻舍，你照样去行吧。这个问题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或是我们个人来看，我们今天还需要来问：我当如何行吗？我该做什么吗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耶稣给我们教导是，反而我们应该自问说：我愿意去做有需要者的邻舍吗？我愿意去照样行吗？原来耶稣他告诉我们是，邻舍乃是有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另外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从别人的需要中间来看到你的责任。我们有没有常常是这样？这个人我认识不认识我们不知道，就跟好撒玛利亚人所讲的，那个被打得半死的客里，他根本不认识，但是他看到这个人是有需要的，而我在场，这就是我的责任。爱乃是从别人的需要中间来看到你自己的责任。我们要常常问这些问题，不是教会要问，个人也要问：谁是我的邻舍？难道只有我认识的吗？难道只有我住在我隔壁的人吗？不，所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。耶稣要我们去爱邻舍如同自己，看到有需要的人，你就要看到好像自己所需要的，你就要去帮助他。教会中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，我们可以从社区中间找到需要的，有贫穷的，有急难的，有弱势的，有独居老人等等这些，我们都可以去做。事实上，我们教会也做了蛮多的。我们有做了食物银行，我们有急难救助金，我们有常常去探访，或者是有弱势儿童的陪读。只是弱势儿童的陪读，后来我们因为我们的公立的学校自己在做，那后来我们就停掉，没有做这个事情。但是其实都是我们当初在做的，也不要忘了我们找的第三个牧者就是社区牧师，就是他负责的是我们教会以外这么大的禾场里面，看见他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们。
教会可以做的事情是蛮多的。所以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以个人来讲，你的邻舍是谁？乃是有需要的人。以教会来讲，我就是有需要的这些族群人，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，那才是一个爱人如己的。在这个礼拜、上个礼拜中间，牧师到澎湖去，因为我们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澎湖的地方买了一块地，这块地是原来是芥菜种他们在做孤儿院的，以前在澎湖地方有很多需要这样子照顾的人，但后来荒废了，有差不多100坪，他们就没有使用。那平安基金会呢，我们在做有关社福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觉得有需要在澎湖地方是老人百分比最高的地方。我们已经在那边做了一些事情，在蒋美地区的地方，有些日照日托，然后用活动中心的方式，然后租用就开始做起来了。那政府非常的感激，说我们愿意跑到那边去做这事情。我们觉得还不够，在马公市的地方没有，所以我们就跟芥菜总讲，你把这块地卖给我，我们要做这方面的事情。他们就以公告价钱卖给我们。是500万，但是市价差不多2000万，提出一个要求，就是你要在3年内让它能够运作。所以我们很快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动工，到我们今年的上个礼拜5呢，我们就启用感恩礼拜，就表示说它已经建好了，我们可以开始来使用。那当然有些 delay 硬体都已经好了，里面还有一些装潢，然后再申请等等这些。不过很快它就能够运作，我们就在那边，然后我们就去拜访了这些县长啦，还有议长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感激。你们长老会真的是这样子的照顾我们这社会上所需要的人。其实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很多事情，但他不知道这是长老会在做，只是刚好这一栋外面写的很大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中心，所以他长老会在做，经过的人每个人都看到。地点又非常的明显的地方，然后我们跟他在讨论中发现到，澎湖其实做了很多的社区。我们像有这种独居老人在送餐，台湾我们这边只是送1餐，他那边送2餐，而且是不停，只有1年中间只休息了4天，过年的时候，其他361天都送2餐。政府也非常关心有关社区的事，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做不到的事情。所以需要很多别人一起来帮忙，很多教会都在做这方面的事情。我们看见的爱邻舍如同自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邻舍，不是住在我们旁边的，而是有需要的人，他就是教会的食物银行是由我们政府发起的，桃园县政府发起的，但是他第1年经费只有200万，200万还给14个点，桃园有13个乡镇市。然后桃园市有2个点，我们是其中的1点，他来邀请我们能够参加，我们就答应参加。200万给14个点，要用1年，怎么用得完？怎么够呢？当然是不够，用没有多久就已经不够了。我们教会开会讨论，要不要让这个成为我们的事工？他觉得非常有意义。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我们没有停过。我们要是进来的时候，在门口右边有一块小方块的亚克力板，政府做给我们。因为他想要别的县市想来看桃园做的如何，他没有人可以带他去参观，因为其他的点都关掉了，没有食物就关掉了，只有我们这边继续在做，所以他就做一个牌子给我们看，让人家可以知道135你来就有人在这边值班。我们感谢有这么多的志工们，他们愿意花时间安排来做，这也是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教会要如何做，教会再这么做。个人要怎么做呢？我相信给很大的功课，让我们可以去学习。我们来看呢，问这个我当如何行，或是能够能够承受永生的，不只是这一个，甚至另外有一个青年官爷也是这样子，他很富有，他来跟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妇人，我该怎么做才可以得永生呢？”耶稣告诉他：“那你就声音那个律法书上怎么讲？他做什么我全部都做了。”那还有一点，你要怎样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很富有。耶稣面对这个律法师的试探，同样讲是我当怎么做，也是你照样去行吧，去走出来，不是只有知道而已。我们最后当然不知道这个律法师有没有去做，我相信是没有。
不管他是怎样，我们这边要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不必要这样很忧愁的而去，也不需要试探耶稣，我们需要这种，乃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个人来讲，邻舍就是这些，只要你认识的、需要的，是不认识也需要的，也都是。重点是在你要照样去行。这一次我们在5月21号在台北的捷运里面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非常的震惊。只看到在日本曾经有放这种毒气，很多人死掉，那距离还是有一段距离。今天已经发生在我们台湾的地方，有人没有任何理由就去买了刀子，然后就是要杀人，甚至隔天的报纸讲说，他说连他父母在场照杀不误。到底是怎样的事情使这个年轻人竟然他的心里是这样子呢？我们看到的问题只是这些表面，还是我们看到更深入的地方呢？是不是这社会中间很多的教育已经失败了？很多心灵缺乏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，很多政府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去做，那已经靠很多这方面这些宗教的或者这些机关去做的时候，但是已经做不太够了。这是整个根源的问题，整个教育上的问题，或者整个社会上的风气问题，都让我们看到已经人权高涨过神权，包括972多元成家这事情，人一直讲究的是我的主权在什么地方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是真的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看到的问题，我们从这几天电视中间所播出来看，当那个人拿着刀在走的时候，旁边人到底是这样？有些人闪，有些人就是一直想办法要去。最后我们知道，这是一个62岁的姓陈叫陈峰的一位男士们，拿着雨伞把他打掉他的刀之后，才把他抓住，然后他自己也受了小伤。后来人家去查，这一位陈峰，他原来是一位基督徒，他是从美国回来。美国回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那个教会里面的长青牧区里面的。他回来是要陪着他的妈妈去参加长青的团契，每个礼拜三，刚好礼拜三就碰到了。他觉得他必须站出来，他看到是那些受伤的，看到这些大家群众们惊慌的时候，他们现在最需要是什么？就是有安全，所以他就跑出，他就出来，自己也没有拿东西，就是只有一把雨伞而已，就做了这个事情。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，开始有很多的情形，有很奇怪的，也有很好的情形。奇怪的是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网络上脸书竟然有一个郑捷粉丝团，竟然把他看为英雄一样？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电玩，里面都是打打杀杀的。当人沉迷在这种电玩之中，你的现实的社会跟在电脑里面的社会，你已经混淆了，你已经没有办法分清了，你已经沉迷在其中了，打打杀杀，在外面也要打打杀杀，每次在这个电玩里面打了谁就哇很高兴，所以在外面打了杀了人好像也很高兴一样。我们看到很多他的原来的朋友也知道他要做这个事情，但是以为他是说说而已，也没有去警告。我们看到很多人受伤，有没有人去救他？有些人去救，有些人并没有。我们开始看到有人就查郑捷他的背景是什么，发现到他是东海大学的。后来我们也知道，他其实不是从头就读东海大学，他读别的学校，然后被退学之后，他转到这个东海大学，才刚刚进去环工系还是什么，环境工程系。但是我们看到东海大学学校出了一个文出来，他说郑捷是我们的家人。很多人碰到这种事情就撇得清，这个才刚刚进来，这不是我们，他没有受到我们的熏陶。同学们说讲这个不是我们的，他根本没有跟我们讲过一句话。你可以撇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学校的立场给我们很感动，他们出了一个文章说郑捷是我们的家人，我们要去关心他。我们也为了我们没有及早能够发现他需要帮助，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但也有看到他们父母说，浩春因为怕被人家打，
就不敢出面，还请警察能够保护他们。看很多人开始有不同的这种反应，对同样事情的反应。要是我们在当场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是这样的行为。上个礼拜我们才讲到要爱仇敌，如何能够爱下去呢？这个礼拜讲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爱别人。这个别人就是有需要的人。你看得到郑姐是那一份凶杀的样子，还是他的心灵欠缺的样子？我们要如何能够去将纯洁的爱心，我们成为一个有纯洁爱心的基督徒？我想这个议题是让我们可以很大的去思考。在美国跟加拿大，他们也曾经碰到说，你好心去帮助别人，就惹来一身腥，怎么办？他们就设立了一个法，叫好撒玛利亚人法，叫 Good Samaritan Law， 就是说能够保护那些你真正去帮助别人而被人家诬告的人，你可以免受一些刑罚，而是保护他们。我们看到是这些情景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心痛。这时候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表现出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。当我们领受这些爱之后，神的爱之后，神的爱是完全不计较的。耶稣被打、被钉十字架，说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盼望我们都能够再次思考，我的邻舍乃是他有需要的人。我看见这个有需要的人，而且觉得就看见是自己的责任的话，你的爱就能够行使出来。你要是觉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，那你当然就行不出来。我们盼望在纯洁的爱心中，不要把圣经中间当成一个教条，当成一个背才背得出来的，还要思考一下。不，它已经内化成为你的生命中间的一部分。彼此相爱，是因为神是源头，而且他给我们力量能够去相爱。它是一个命令，它不是一个选项。你要爱到连仇敌都要爱他，它的广泛到哪里程度？到所有有需要的人都是你的邻舍，都是你要去关心他的。盼望我们这样的领受，就成为我们灵命的帮助。这礼拜中间，我们当然最后我们就能够宣告说，主要是给我爱邻舍如同自己的大爱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怜悯人的人。这礼拜的小组呢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思考这些问题。我们觉得我们教会跟信徒之间怎样能够在更加能够参与呢？我们自己要如何做到像撒玛利亚的这些好的撒玛利亚人呢？愿神祝福我们同起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在我们学习里面操练中，要成为有纯全爱心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需要神你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神你是爱的源头，所以我们要依靠着你。我们觉得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不可推辞的，而且是我们连仇敌都要去爱他。我们广泛的程度到所有的有需要的这些人都是我的邻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操练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行出来。献上感恩与祈求，这是我们同心再一次将新的诫命成为我们的领受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